一下按你先來認識一下，等一下上課會用到嘅詞彙，大家記得聽定有冇？恭喜、恭喜、恭喜！結婚登記、結婚登記、結婚登記！簽名、簽名、簽名！同性伴侶、通信判、通信判！註記、註記、註記！你好，我哋會登記結婚。恭喜哦！請問大家當輩嘅東西準備好嗎？都準備好咧。慘咧，我當場冇帶到人啊！冇要緊，簽名咪做得咯。我哋要偷擺辦個通信判註記，唔知會有影響嗎？唔會啦，婚姻登記讓個通信判註記哦。了解咧，希望你祝福你哋幸福快樂。希望你嘅祝福。按你來學習一下自己常用嘅對話。請問大家當輩嘅東西準備好嗎？請問單子上的東西有準備好了嗎？國語的請問、請問、請問，單子、大家、大家，上面的東西，當輩嘅東西，當輩嘅東西，準備好了嗎？準備好嗎？準備好嗎？整句來，特別長的句型。請問大家當輩嘅東西準備好嗎？請問大家當輩嘅東西準備好嗎？下一句冇要緊，簽名沒做得咯，沒關係，簽名也可以哦。這句很重要哦，一定要學起來。沒關係，冇要緊，冇要緊。簽名、簽名、簽名也可以哦，沒做得咯，沒做得咯。整句哦，冇要緊，簽名沒做得咯，冇要緊，簽名沒做得咯。下一句，祝福你哋幸福快樂哦。祝福你們幸福快樂哦！祝福你們，祝福你哋，祝福你哋，幸福快樂哦！幸福快樂哦！幸福快樂哦！整句呢？祝福你哋幸福快樂哦！祝福你哋幸福快樂哦！這篇所有嘅字典全教睇嚟哦，大家共用專業嘅世界來多談多講，咁樣就會見來見進步哦，加油！